眾所周知，依家中東可以講迎來一個短暫嘅和平，即係呢個和平講真係來之不易呵。咁邊個功勞咧？我哋都知，梗係呢個未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呢個老頭子嘅功勞啦。冇佢，確實呢個和平可能冇咁快到嚟。當然好多人諷刺佢，係咪包括美國民主黨嘅諷刺佢，點解要2年幾先迎來呢個和平？但係你哋唔好唔記得，喺佢創造呢個和平嘅時候，遇到幾多組卡，有幾多人反對呢個和平？尤其嗰啲咁嘅係咪喺西方街頭啊支持巴勒斯坦啲咁嘅人，即係收錢做事嗰啲人，有幾多人出嚟搞破壞？包括法國就唔使講啦，係咪法國同英國同加拿大呢啲係咪喺和平之前呢段時間你跳出嚟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呢啲人都係阻止佢進行呢個和平方案嘅。但 anyway 啦，點講都好，都算迎來一個和平。畢竟嗰20個人質係放翻出去啦。你記住下，呢啲叫人質。等下我哋會講到點解要講呢個字。其實真係好難得嘅，打咗2年，呢2年幾嚟其實平民即係西方啲咁嘅左媒咧，日日話西方啲咁嘅即係話加沙死咗幾多兒童同婦女，其實真係冇呢件事。呢件事咧，阿侵喺個以色列都講咗啦，其實死嘅人遠遠比恐怖分子要少，係幾千人。當然呢啲係冇辦法嘅，戰爭所帶來嘅啲咁嘅誤傷係冇辦法嘅，因為你哈馬斯係人都知，哈馬斯你匿喺嗰啲人群後面，係咪匿喺啲細蚊仔後面，匿喺個學校後面，你冇辦法。戰爭所帶來一個後果，永遠都係伴隨普通人嘅死亡嘅。但係我哋好清楚，以色列佢一直針對嘅目標係好明確嘅，就係恐怖分子，係咪？包括今次講打死嗰5萬幾個恐怖分子，係咪？但係咧，你又知恐怖分子嘅目標都好明確，佢哋嘅目標幾時都係平民。所以我哋知呢個戰爭點解會發生，就係因為2年前10月7號，恐怖分子係襲擊以色列一個村莊，係咪？殺死咗1000幾人，並且咧綁架咗200幾個人。呢個就係開端，呢個就係戰爭點開始嘅。所以呢個戰爭嘅性質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就係一個屬於反恐戰爭，係咪？拯救人質戰爭。咁既然性質係確定係咁啦，咁邊個係正義嘅，邊個唔係正義？其實我哋係好清楚嘅，呢個係唔需要再去解釋呢個問題嘅。但係呢個咁簡單嘅問題下，喺我哋中國所有嘅媒體下，包括中央嘅遊艇仔啦，鳳凰網其實鳳凰網講就講香港嘅媒體，但係人都知佢就係即係中央嘅遊艇仔嘅。但係我唔理係鳳凰網，仲係各類其他咩新京報所有報紙下，佢個字眼係好值得注意嘅，即係點講咧？佢係咁講嘅下，以色列俾扣押嘅人員獲釋後，係咪首度露面啦？然後同佢家人歡聚啦？你睇到未？呢度有個字眼，被扣押人員，仲有第2句截至目前，全部20名存活嘅以色列被扣押人員全部獲釋，健康狀態良好。即係我哋好明顯根據啲字眼，我哋就睇出新京報又好，鳳凰網又好，同其他各類所有媒體下，應該又唔能夠叫媒體啦。所謂因為呢啲都係黨媒噶嘛，只不過有啲係正式編制嘅，係嘛？有啲喺香港放喺外面係嘛？但係都係阿黨嘅親仔。但係無論係海內嘅，即係大陸嘅，仲係海外啲咁嘅媒體下，啲中央媒體，其實都係我哋黨嘅仔女，所以佢哋無論邊個人發出嘅聲音下，都係黨嘅聲音，所以先叫呢啲媒體叫喉舌啊嘛。我哋通過啲字眼就睇出佢哋明顯就幫呢個恐怖分子死地。當然佢呢個死地咧係死俾我哋中國人睇嘅嚇，因為確實嚟講下，外國人邊個有人得閒睇你中國啲媒體咧係嘛？而且呢個死地呢個手段真係好惡劣係嘛？把呢個恐怖分子即係攻擊人哋、屠殺人哋，並且綁架咗人哋嘅詞，用咗被扣押人員。即係你諗起呢個事下，我就會諗起，仲係諗起邊個咧？諗起鐵鏈女。鐵鏈女係咩啊？其實鐵鏈女喺某個形式嚟講下，佢都係被綁架人士。即係佢代表係一群女性俾呢啲咁嘅中國嘅所謂啲咁嘅男性綁架，但係你睇我哋媒體從嚟冇咁表示係嘛？即係講佢呢個係走散人員。當然呢個詞真係用得，即係你係人都知佢哋走散點解會攞條鐵鏈綁住咧？我哋諗係再諗翻呢個被扣押人員，點解中央要咁嚟洗地？其實好明顯個問題，哈馬斯同我哋，即係我哋黨下唔係我哋黨同我哋係兩碼事係嘛？所謂嘅我哋幾時都係兩個我哋。講到發達嘅時候咧，嗰個我哋咧就係佢哋某部分人；講到代價嘅時候，嗰個我哋咧就係我哋普通人。即係哈馬斯佢背後大佬邊個咧？直接大佬咧梗係伊朗啦，係嘛？但係伊朗邊個扶持伊朗嘅？係嘛？喺伊朗俾美國制裁呢段時間，呢咁多年嚟，邊個扶持伊朗？當然有俄羅斯，但係咧更多嘅金主係邊個咧？梗係東大，即係中國啦，因為中國錢多啊嘛。即係所以講哈馬斯背後嘅大佬就係中國，所以中國無論發生咩事情，佢都要同哈馬斯係死地。但係點解人哋話講點解要同啲恐怖分子死地咧？雖然喺火嘅，點解要同佢哋一齊？點解中央政府仲要去賴，即係共產黨政府仲要賴呢個哈馬斯？呢個哈馬斯已經失勢啦，佢已經玩完啦。哪怕佢唔玩完，佢都已經冇之前咁嘅威力啦。點解仲要賴佢哋中央政府咧？仲要幫佢哋死地咧？即係呢個就係講真下，呢個就係老傳統啦。我哋中國人中國政府佢好搞笑呢個政府嘅，對西方比較文明嘅國家咧，佢哋咧就係一個戰狼嘅姿態。比如對日本啦、對美國啦、對英國啦，佢幾時都係一個戰狼姿態嘅。不過前一排個英國嘅大使館喺中國就俾停水停電，或者俾停水下冇停電。點解要停英國大使館嘅水啊？因為中國想喺英國建個大使館，超級大使館，英國嗰度唔批得，我就出啲揦雜招停你個電，咪停你個水。對日本人係咁嘅，對日本真係日日喺嗰度鬧，對韓國啊、日本啊、美國真係日日都鬧佢哋。即係呢個咧就係我哋中國政府啊、共產黨政府咧對呢啲文明國家所用嘅招，即係全部都揦雜招，見唔得光嘅。但係咧對啲咁嘅嗰啲流氓政府下，我哋中國政府咧睇到就好搞笑。呢啲流氓政府咧，中國政府咧即係共產黨政府咧都要資助佢哋，但係資助完之後咧，俾人哋用完之後下。通常呢啲流氓政府對中國人態度都係好差嘅，哪怕再差，甚至屠殺中國人都好，我哋中國共產黨都係繼續賴佢哋嘅，即係好奇怪呢種關係嘅。
我就諗到慈禧太后講嗰句話，即係令義友邦，即係唔俾家奴攞全國嗰啲財力去結呢啲咁嘅流氓國家嘅歡心。呢啲嘢喺歷史上真係發生好多事情。講近嘅就朝鮮啦，係嘛？朝鮮係咩態度？就係一個白眼狼態度。朝鮮點解有今日？係嘛？中國死咗幾十萬嘅人幫佢打呢個戰爭打落嚟嘅天下。如果冇中國啲沙雕連死幾十萬人去，根本就冇朝鮮金家王朝。但係就係咁樣死咁多人幫佢扶持呢個國家。但係咧當時係點做嘅朝鮮咧？當時留喺朝鮮啲遺體，即係啲咁嘅所謂志願軍啲遺體，或者朝鮮根本就破壞佢。你一下唔俾錢佢，佢就破壞呢啲咁嘅志願軍啲咁嘅遺體呢啲。所以到依家為止，朝鮮都係養住佢嘅。今次有個常委喺朝鮮開會，大家睇住咧，係嘛？同阿金正恩面對面坐過大台嘅時候，即係好似條僆咁，即係好似條狗咁喺個對方咁。你有咩大國尊嚴啊？喺美國嘅時候就同美國嘅國務卿啲咁嘅平起平坐我哋大國有風範，係嘛？阿黃公公一個眼神就殺晒啲咁嘅西方啲咁嘅領導人。但係去到朝鮮咧，你睇下我哋嗰個常委，大家可以 check 下嗰幅圖，即係仲有咩地位喺阿金正恩面前？即係按照古代講明明金家王朝係你呢個共產黨王朝幫佢打落嚟嘅，但係你睇下個地位，社會地位你就知，即係人哋朝鮮人可以直接即係朝鮮領導人可以喺你中國嘅領導人身上屙屎屙尿嘅。講到外蒙古咧，前一排咧有個人喺外蒙古嗰度舉個5星旗俾揼到好似豬頭餅咁，大家都知呢件事啦。唔好唔記得，外蒙古本身係從中國分出去嘅，分出去之後咧，喺毛澤東周恩來嗰個時期咧，係俾咗大量嘅錢去建設起呢個外蒙古嘅。但係中國人喺外蒙古對於點啊？仲講過越南就最搞嘢噶啦，白眼狼之中嘅典範。即係越南同美國打能夠打得贏美國，靠嘅係咩啊？當時中國仲喺文革時期，中國喺文革咁窮嘅時期，投資咗幾多錢俾越南？即係講真係10幾億人餓住10幾億人嚟扶持呢個越南政權，先扶持起身嘅。但係結果咧反過身嚟，你係點做嘅咧？反過身人哋要你成個廣東廣西，當然咧呢個係冇成全佢嘅。但係後面同越南嘅衝突咧，我哋係睇得出係好多問題嘅。仲有一個更加嚴，即係仲有一個紅色高棉，我哋都知呢個波爾布特呢個人喺紅色高棉時期呢個柬埔寨啊嘛。即係千幾萬人呢個國家，死咗成200-300萬人，呢個官方統計啊嘛。呢200-300萬人咧，有幾多係中國華人咧？即係按照統計保守嚟講，點都有20萬中國華人。即係我哋呢個共產主義小老弟喺佢嘅國家殺咗咁多華人情況下，仲喺3年時間。但係中國政府係點做嘅咧？喺呢個紅色高棉俾越南打到冧檔嘅時候，政權垮台嘅時候，我哋嘅外交官係跟住呢個流氓政府入到深山嗰度去噶。而呢個流氓政府嘅阿頭波爾布特喺北京嘅時候，即係毛澤東華國鋒呢啲係接見佢嘅，話佢哋係我哋呢個好好朋友，話佢毛澤東嘅好學生，佢做到我哋中國共產黨都冇做到嘅嘢。當然呢啲例子好多呢啲例子唔單止係朝鮮越南柬埔寨，甚至係伊朗、俄羅斯都係遇到咁大量咁嘅情況。包括哈馬斯都知啦，喺2年前10月份嘅時候，其實當時死嗰啲人當中係有幾個中國人啊？呢個係華僑，即係中國喺嗰度勞工嘅，唔係華人。但係你睇我哋政府出唔出聲？我哋政府粒聲唔出，死幾個啫？哪怕當時1500人，有一半嘅中國人死喺嗰度，我哋中國政府都唔會出聲。當然咧，俾中國政府死佬呢啲人咧，就更加唔會出聲啦。當時喺抖音又好，即係各種啲咁嘅自媒體大量人都批評呢幾個人。點解你要去以色列揾錢？所以懟冧你，係你自己抵死。所以講翻即係我哋中國人咧，有個字咧就好容易形容中國人咧，就係賤格。當然呢個係講形容一個心態中國人哋個心理真係好賤格。仲有一個就係命賤，即係你個命真係唔值幾多錢嘅。呢個賤格同呢個命賤，即係好能夠形象咁形容我哋中國人。而且呢兩個係相關聯嘅，命賤就係你無論即係可以攞你幾十萬人做代價，換一個金家王朝，又可以用你幾十萬人嘅代價，去扶持一個柬埔寨嘅呢個紅色高棉政權。按照啲專家講嘅，更加可以用10億人嘅代價，同美國開戰，即係死晒我哋沿海所有人。仲即係大家都記得當時嗰個李毅個李巨頭講嗰句話啦，我哋死幾千人係打台灣，死幾千人即係等於冇死嘅嗰句啊。喺佢哋面前咧，我哋真係命係好賤嘅。除咗冇個時候，即係冇個 moment，你個器官有用嘅時候咧，你個命咧真係冇咁賤嘅。當然咧，你嗰時候咧，其實命都係賤嘅，即係你器官唔賤咯。另外一個就係賤格，即係俾人賣咗，仲幫人數錢呢啲。即係每次啲衝突又好，戰爭又好，我哋作為啲咁嘅老百姓嘅子弟幾時都係個代價嚟嘅。但係咧，明明作為代價，我哋咧就大部分人咧真係好賤格嘅，企喺個立場咧，即係立場咧，佢唔係企喺自身嘅立場，企喺個統治者，即係把你賣出去嗰個人嘅立場。即係打個比方，即係一個奴隸，你要為自己奴隸主着想，即係你把我賣出去嘅時候賣貴啲咁你就可以賺到啲錢。其實唔理自己賣到邊度去，即係哪怕把你賣出去賣到啲咁嘅煤坑嗰度，挖煤又好，點都好。但係你諗到你個主人把你賣嘅時候賺到嗰啲錢好多，你都覺得好自豪嘅。即係呢個就係賤格。